你有冇試過行入廚房，企喺雪櫃面前，突然之間抓晒頭皮，完全諗唔起自己究竟想攞咩？又或者有件好熟嘅事，一個好熟嘅朋友名，明明就去到條脷邊啦，但係轉頭就卡咗機，點諗都諗唔返起。好多人遇到呢啲情況，通常都會哈哈大笑，話自己哎呀，真係老啦，記性差啲啫。我今日好認真咁同你講，千祈唔好當成笑話。呢啲未必單純係你攰，而係你個大腦開始向你傳遞緊一個好恐怖、好危險嘅退化信號。最慘嘅係，全香港有90%嘅人都忽略咗呢啲初期徵兆，仲以為係普通嘅都市人健忘，結果就咁白白錯過咗黃金嘅自救時間。當我哋講到大腦退化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就諗到認知障礙症，即係以前啲人俗稱嘅老人痴呆症。好多人都覺得呢啲病起碼要等到60-70歲，甚至70-80歲老咗，先至會發生喺自己身上。但係根據現時醫學界嘅臨床數據發現，原來好多大腦退化嘅病變，早喺你40幾歲，甚至30幾歲嘅時候，就已經喺大腦入面悄悄咁發生緊。大腦退化最恐怖嘅地方，唔係話你今日瞓醒，突然之間乜都唔記得，而係好似白蟻食木頭咁，每日一點一滴，無聲無息咁蠶食你嘅記憶同思考能力。等到有一日，你連身邊最親嘅人都唔認得，連返屋企條路都唔識行嘅時候，成個大腦其實因個內親慢先難救。如果你想知自己或者屋企人有冇中招，我哋必須要了解大腦退化最早期，亦係最容易被忽略嘅幾個恐怖先兆。第一個最明顯嘅變化，好多人會同普通健忘搞亂，呢個就係對近期發生嘅事過眼雲煙，但係對好耐以前嘅事就記得一清二楚。舉個例子，你可能完全諗唔起今日早餐食咗啲咩，或者唔記得咗朝早擺低條鎖匙喺邊度，但係你同人吹水嘅時候，居然可以好清晰咁講返起你20年前、30年前喺邊間公司打工，甚至連當年個衰上司着咩衫你都記得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我哋大腦負責處理短期記憶個部分叫做海馬體，大腦退化最先攻擊嘅往往就係海馬體，所以新嘅記憶入唔到去，舊嘅記憶又攞唔走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或者身邊嘅長者開始不斷重複問同一個問題，例如1粒鐘之內問咗3-4次今日幾號啊，而佢自己完全唔知自己問過，咁你就真係要提高警惕啦。除咗記性差之外，第二個恐怖先兆係語言表達同理解能力出現阻滯。呢種情況喺香港人日常生活入面好常見，例如你同朋友傾下偈，你想叫佢幫你攞支筆，但係你個腦突然之間卡住咗，你講唔出筆計，嗰雙叫企你講搭企幹椅嘅，又或者你發覺自己最近寫字打字嘅時候，成日常見嘅字都寫錯，甚至睇報紙睇電視嘅時候，一段好簡單嘅字，你要睇幾次先至明白佢講咩。呢個唔係因為你中文水平低咗，而係你大腦嘅語言中樞神經開始退化，信息傳遞出現咗延誤。第三個先兆仲恐怖，好多人以為係性格變差，但其實係大腦萎縮引致嘅情緒同性格大轉變。一個原本脾氣好溫和、好講道理嘅人，突然之間變得好固執、好疑心重。例如佢唔到自己個銀包，佢第一時間唔係諗自己擺錯地方，而係好憤怒咁指控係咪工人姐姐偷咗，或者係咪屋企人特登整蠱佢。又或者原本好鍾意熱鬧、好鍾意同朋友打麻雀、出街飲茶嘅人，突然之間變得好自閉，乜社交活動都推晒，成日匿喺房入面發呆，對乜嘢都失去興趣。呢種性格上嘅極端轉變，往往係因為大腦額葉受到損害，控制唔到情緒。好多家庭因為咁而日嘈夜嘈，以為老人家變到無理取鬧，結果去到醫院檢查先至發現，原來老人家個腦已經萎縮得好犀利，成家人後悔都嚟唔切。仲有第四個先兆就係對時間同空間嘅概念開始混亂。最常見嘅表現就係迷路，唔單止去新地方會蕩失路，甚至喺自己住咗10幾20年嘅老地方，屋企附近嘅商場行下都會突然之間唔知自己身處何方，行唔返屋企。另外，對時間嘅感知都會錯亂，明明係凌晨3-4點，佢會以為係下晝3-4點，起反身話要出街買蟹。呢啲種種跡象，全部都係大腦向你發出嘅絕望求救信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好驚、好擔心自己或者父母會步入呢個深淵。
不過今日我拍呢條片，目的唔係要嚇你，而係想話俾你知，雖然大腦退化聽落好絕望，但係現今醫學同營養學已經證實咗，只要我哋喺大腦功能未完全破壞之前，透過正確嘅飲食同生活習慣，係絕對有能力逆轉或者大大延緩呢個退化過程。你唔需要去買埋啲好貴幾千蚊一盒嘅保健品，亦唔需要食咩冬蟲夏草、燕窩、人參。喺我哋香港人平時行街市、行超級市場，最常見嘅平民食材入面就有3種不折不扣嘅護腦神物，只要你食得啱，就可以成功幫你踢走大腦、退化危機、重拾大腦活力。第一種，我強烈推薦嘅平價護腦食物就係雞蛋，冇錯，就是普通到唔普通，幾蚊一隻嘅雞蛋。好多老人家或者注重健康嘅人，因為驚膽固醇高，每次食雞蛋都好驚青，甚至只食蛋白唔食蛋黃，呢個真係好大嘅誤解。其實近年嘅醫學研究已經一早澄清咗，人體入面大部分嘅膽固醇都係由肝臟自己合成嘅，飲食食入去嘅膽固醇對血液膽固醇嘅影響微乎其微。相反，蛋黃入面含有一個對大腦極之重要嘅營養素，叫做膽鹼。膽鹼係合成大腦神經傳導物質乙酰膽鹼嘅核心原材料。乙酰膽鹼係負責掌管我哋嘅記憶力、專注力同學習能力嘅。臨床研究發現，認知障礙症患者嘅大腦入面，乙酰膽鹼嘅濃度通常都低得好誇張。所以如果你每日食1到2隻全蛋，連蛋黃一齊食，就可以為大腦補充足夠嘅膽鹼，等於為你大腦嘅通訊網絡加油，令你嘅思維變得更加敏捷，記性自然會好好多。第二種平價嘅護腦神物就係鯊魚或者沙甸魚呢類深海油性魚類。一講到補腦，好多人就會諗起要買三文魚，但係優質嘅三文魚其實一啲都唔平。其實喺街市魚檔或者超市凍肉櫃好容易買到嘅鯊魚，佢所含有嘅 Omega-3 脂肪酸，特別是 DHA 同 EPA， 其豐富程度完全唔輸俾三文魚，而且價錢平大截，性價比極高。我哋大腦有大約60%嘅成分係脂肪，而 DHA 就係構成大腦皮質同視網膜最主要嘅結構脂肪。你可以將 DHA 想象成大腦神經細胞嘅潤滑油同防護罩。當你攝取足夠嘅 DHA， 神經細胞之間嘅信息傳遞就會好似坐高鐵咁快。相反，如果缺乏 DHA， 大腦神經就會好似生鏽嘅齒輪咁，行得好慢，仲容易引發慢性發炎，加速細胞死亡。每星期只要食2到3次鯊魚或者沙甸魚，無論係鹽燒定係茄汁炆，都已經可以幫大腦對抗發炎，保護腦神經免受自由基嘅破壞，有效預防失智。第3種平民護腦巨星就係西蘭花或者其他深綠色葉菜。西蘭花價格相宜，但佢嘅營養價值直情係寶藏級數。西蘭花入面含有大量嘅蘿蔔硫素，呢種成分具有極強嘅抗氧化同抗發炎能力，能夠穿透大腦嘅血腦屏障，直接幫大腦細胞清除垃圾，減低氧化壓力。另外，西蘭花仲含有非常豐富嘅維他命 K， 好多人只知道維他命 K 同凝血功能有關，但其實佢喺大腦入面扮演着維持鞘脂代謝嘅關鍵角色。鞘脂係一種存在於腦細胞膜上嘅重要脂肪，對維持大腦結構嘅完整性至關重要。有大型研究追蹤咗成千個長者嘅飲食習慣，發現每日有食充足深綠色蔬菜嘅人，佢哋嘅認知能力衰退速度比少食蔬菜嘅人足足遲緩咗11之年。換句話說，多食西蘭花可以令你嘅大腦年齡足足年輕11歲，呢個係幾咁驚人嘅數字。除咗呢3種平價食物之外，想要徹底遠離大腦退化，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仲要戒掉一個香港人最常犯嘅壞習慣，那就是慢性睡眠不足同高糖飲食。好多香港人習慣咗收工之後報復性餓夜，夜晚1、2點先瞓，第二朝7點幾又要起身返工。你知唔知當我哋瞓覺嘅時候，大腦其實正喺度進行一項好重要嘅大掃除工作。大腦入面有一套叫膠淋巴系統嘅排毒機制，只有喺你進入深度睡眠嘅時候，佢先至會全面啟動，好似洗街車咁，幫你清除日間大腦運作時產生嘅代謝廢物，當中就包括導致認知障礙症嘅元兇 β 澱粉樣蛋白。如果你成日熬夜瞓得唔好，呢啲有毒嘅蛋白質就會喺你大腦入面不斷堆積，日積月累之下就會形成科學家所講嘅腦部斑塊，直接破壞你嘅神經細胞。
所以無論幾忙都好，每日一定要爭取瞓夠7到8個鐘，等大腦有足夠嘅時間洗乾淨自己。同時飲食上一定要控制糖分嘅攝取。依家醫學界甚至將認知障礙症稱之為第3型糖尿病。當你食太多精緻澱粉、飲太多廢水、食太多甜品嘅時候，你身體嘅血糖會飆升，導致大腦產生胰島素抵抗。當大腦細胞無法有效利用胰島素嘅時候，佢哋就冇辦法吸收葡萄糖作為能量，大腦細胞就會活生生被餓死，從而引致退化。所以少甜、少精緻、糖，多食原型食物係保護大腦嘅不二法門。講到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大腦退化絕對唔係一個無可避免嘅衰老必經階段，它係一個可以被預防、被延緩，甚至在初期可以被改善嘅都市疾病。唔好等到自己連最愛嘅屋企人叫咩名都唔記得嘅時候，先至嚟追求靈丹妙藥。由今日開始，行入街市嘅時候，幫自己同屋企人買幾隻雞段、一條鯧魚、一棵西蘭花，用最天然、最平民嘅方法去好好愛護我哋呢個幫我哋思考、創造無數美好回憶嘅大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幫到你，或者你想身邊嘅親戚朋友都注意大腦健康，記得將呢啲咁重要嘅健康資訊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可以提早警惕，一齊重拾大腦活力，健健康康、精精靈靈咁享受人生。